做什么？可曾看见我们姑娘吗？不曾见过。自家慢走，我正有话要问你。姑娘近来身子怎么样了？夜里咳嗽的可好一些了？咳嗽倒是好一些了。哎呀，阿弥陀佛！奇怪，你这个不相信神道的人，怎么也念起佛来了呢？我这是病急乱投医呀！自家，妹妹燕窝吃了没有？我正要问你，这燕窝是谁敬我们的呀？是我上次在老祖宗面前亮露了一个风声。原来是你说了。我们正在疑问，老祖宗怎么会突然想起来，每日叫人送一两燕窝来呢？燕窝吃惯了，吃上2、3年，妹妹的病就会好了。这也多谢你费心了。自觉天气不好，忽冷忽热的，你身上穿得这样单薄，妹妹已经病了。要是你再病了，这可怎么得了啊？哎呀，二爷，从此我们这棵生活可不能动手动脚的。1年大，2年小，叫人看着不尊重。那些文章的人百度为生你的，你总不履行，还我小水一半，因为这是我死的你。况且姑娘也吩咐我们不要和你设想，你看他进来怨着你，还可怨不起你。二爷，你生我气了？不曾生你的气，你的话说得有理，怪不得妹妹常常不理我。假的假了，死的死了，走的走了。将来你们渐渐地都不理我了，一想到这些，我才伤心起来。呀，看泡妞虽如有情深，是真是假还难分。他无姑娘好一生，一对一生，不知他究竟安的什么心，我只觉今日倒要试一试。放一把火，连他一连，看他是妄动还是情。四舅，你在想什么？二爷，我在想啊，啥子每日一两燕窝在这里吃惯了，明年到司机家里去，哪里遇见吃得起这个？你说谁到司机家里去？你林妹妹要为叔在司机家里去呀？你呀，你说什么谎啊？你红嘴把呀胡乱言，妹妹是苏州月里早无期，老太太联系外甥女，千里结归半成婚，她离不开小巷观众牵观众。真委屈，姑苏人来救家门。二爷，你也太小官人了。你以为家族树大神的王，难道是比人所中去无逃亡？你可知水里千里要归大海，言之终于他菊花凉。本姑娘将来出个
先生，你们是怎么死的？把宝玉弄成这个样子？我只是劝姑奶奶和他说了些什么话，二爷却夜夜吃了，日夜了了，连话也不会说了。你这小丫头，和宝玉说了些什么？是丫头，你他说了些什么？我并不管说些什么，只是和他说两句玩笑话。宝玉，宝兄弟，你宝玉，我不能当真啊！宝玉，宝二爷。是丫头，得罪了二爷，还不过去陪谁？是。二爷，子娇，你不能走，你不能走啊！二爷，你要去连我也得了去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他说两句玩笑话，只是令姑娘要为受罪自己家里去。二爷他去。林妈妈他们都来看宝玉来了，叫林妈妈到他当送一位。哎呀，不得了！林家的人来接林妹妹了，快当上去，快当上去，当上去，当上去，当上去！死了林妹妹，你在我许她心里。哦，对呀，宋金器不正的道理是，也不怎样心灵的经来，都听得了没有？不是心里的经来，你们听见了没有？你们看，那边的人来接林妹妹了，你们看，你看船在那边的。哦，他来人啊，把船摇走，要走要走。宝玉，这总放心了吧？子娇，二爷，林妹妹她从今儿去不成。宝二爷。都明白了，好妹妹，我这个心从来也不关上，今天大胆地说出来，就是死了也是管用的。风萧萧兮秋凄忧心忡忡多谁人？谁？咦，傻大姐，好端端的，为什么的哭呀？林姑娘，你来评评这个理，我只不过说出了一句话，正正经经也不给耽误呀。你说出了什么话？
你说什么？就是为了八爷去包姑娘的事情嘛，林姑娘。自古来哪个姑娘不唱歌，哪个少爷不去戏服？为什么不许参加这一局？为什么张成弄鬼瞒着主？林姑娘。姑娘，你要到哪里去呀，姑娘？我找宝玉去。姑娘，姑娘。林妹妹，好妹妹，你的身子好了没有？我们好久不见面了，现在可盼到了这一天，妹妹。过落深夜。
亲，姑娘啊，保养你牛精神花模样。当开你眉上梳妆，你好心好意我心儿子，你曾经劝过我读书姑娘，姑娘。真乃是一身贫贵一男子，寒薄分远非良子，自落得路远山高家难为，地老天荒谁得死？姑娘，你身子乃是保证，再莫说这样的娃儿痛身心。世界上总有两两苦事情，更何况腹中都是同你的人，老祖宗当你掌上针，终极没提起你的心。哎呦，谁生了？只觉你兄弟腹中生，在腹中才是我姊妹子年轻啊！娘，妹妹，只有你是我最知心的人了。难为你自累自念自心悲，分鸡分毛红颜，你为我眼皮儿总也比人黑，你把我归作亲人一样的，老太太怕你不是我在几年，我也将你当作我的亲妹妹呀！姑娘，你要什么？要什么呀？把我的死稿子拿来，姑娘，等身体好了再困吧。啊！
亲，姑娘，虎本，那虎本与太亲，只怕谁不是的？我以谁与世所作了闺中
亲也生气，新房都临危不知的，上头吩咐不叫我们知道你。这些人竟这样狠毒冷淡吗？宝妞，我快明早林姑娘死了，你拿什么脸来见我？金妈妈来了。林姑娘怎么样了？金妈妈有什么事吗？我紫娟姑娘说几句话。紫娟姑娘，方才老太太和二奶奶商量过，那边要用你死活呢。醉妈妈，你先请吧。等人死了，我们四川是会出来听儿使唤的。这是林姑娘，万有一口气。紫娟姑娘，我也是常年差气，身不由己呀！啊！好吧，那就先跟我走。什么？一个都不去，上头可是鸟不了神的。快走！紫娟姐姐，紫娟姐姐。谢爷。
没有，我们好久不见面了，现在可盼到了这一天。妹妹，宝玉，你可要稳重些呀！林妹妹，今天正是从古道街天上人间第一件称心满意的事啊！林妹妹，妹妹呀，我和东小头将心心经说遍了枝头，把家境来。总算是东园道是西园的今日异乡的事在，我此生得去林妹妹，心事当花并未开，望着并头一杯归。今后老是无言啊妹，从今后你穿纱早起把花戴，寒夜挑担把米菜，天香亭里观树花无语谁大长来，从今后巧语教育满山问，事到断水分不
什么？我们何必用那些说讨你？宝兄弟，宝兄弟，做新郎总该多问声，喜茶的新娘期待新，多生欢喜少自杀，谁愿谁分莫团结，老祖宗都是为你好，岂懂得小人乃是第一人。你杀我杀，我杀你才真杀你！我把我的心都交给了他，还会对他不温柔吗？我爱他敬他都来不及，怎会是他期待许？今日我十分先前去伊身边，把脸颊早化作鸟之神。宝玉，我的儿来，为你俩相亲时比到把头，这才是父母之心不可分。还有什么？宝玉，来，宝玉，你母亲的话可要举事哦，都是为了你好啊。我知道，林妹妹，谁穿着红盖头啊？她做事你面是如用，眉是泪，恰做不是心的春光往滑头。哎，这叫我如何能不去看他呢？林妹妹。我这是在哪里呀？宝兄弟，行了，你快让我的水着头，不是在做梦。什么做梦？老祖宗在这里树上，老爷也在外面树上呢。先生，我来问你，上上的那个美人儿是谁？她是新娶的二奶奶，你少妇，新娶的二奶奶是谁？是宝姑娘。那林姑娘啊？怎么问这是林姑娘呢？老爷这次娶的是宝姑娘。宝姑宝兄弟，你娶的是宝姑娘。宝玉，你娶的是宝姑娘。是宝姑娘。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？宝玉，你娶的是宝姑娘，是宝姑娘。是宝姑娘。宝姑娘，宝姑娘，方才我明明与林妹妹生的亲，谢爷还服侍她呢，怎么一霎时都变了，都变了，这是为什么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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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宝玉，林妹妹，宝玉啊！老祖宗率到咱们众位神殿，老祖宗来首先。我以为把
不曾听到林妹妹的哭声。你听娘声，你听娘声。老祖宗，我要死了，我要死了！宝玉啊，你怎么样啊？我还有一句心里话要说。快说！林妹妹与我都有缘，两个命运是一条根。望有你把我们葬在一间屋，也好让同病相怜惜靠惜。我咋也能实相见，死了也可保佑张同分。老祖宗啊，我天下万物不足惧。我吧，离了我吧，宝玉，金瓶人这个样子，你好叫我心痛啊！我知道求你们也没有用，我找林妹妹去，我找林妹妹去。宝玉，二兄弟。许你进来，进来坐。
我为你千里
成报之计，恰月来你配必死，我配鸦片。十指望他头到了东来，谁知晓你竟黄土笼中，度日眠。恨，我恨死了。风大，风上前，只怕你妹妹伤心。宝儿爷，天色已晚，你快回去吧。子娇，妹妹恨我，你也恨我，我就是死了，也是个缺死鬼。这些话我已经听惯了，神已死了，还说过什么呢？子娇，妹妹临睡之前说了些什么？曾记得姑娘的父身里，上次言自语自心底，他这边能孤单三个气呀，你那边对望尘埃一天啊西。只听他哼声虎豹牛。妹妹她说了些什么？姑娘生，保佑你好。心酸的是啊，我老来情。宝儿爷，你来死了！你来死了！生死往前难不弃。恨自眷妹妹的自高心无谁。是偏偏我的
你不能怪我被人骗了，并不是我狠心啊！就走身体之堂中，一人插针把众生天桥一角有女你是这东京是你所思，母亲难一步清流在错过，从今后你上恩故灭在地下，我愿送这个永不罢。这是林姑娘留下来的。曾且难在烈里终于的是我去尽。平地花。宝儿爷，你快回去吧。回去吧。我们回去吧。好恰了莫什么同林哟。